洪仁威是代表上强政车 M1A2T 政车头一批38台已经载来台北港，嘛送到新竹湖口的陆军基地，未来部署伫北部地区。明年阁有42台，后年阁有28台会送来台湾。另外 ，CNN 嘛指出讲，川普伫竞选期间对台湾优先支持的态度已经转变了。 自拖网车顶头驶来，就是互人讲是代表上强战车 M1A2T 战车。国军甲美国买108台 M1A2T 战车，第一批38台自台北港进化，分别载去新竹湖口的陆军装甲兵训练指挥部，按算分发到特军团的584装甲旅加269的机械化旅，强化北部的防卫战力。 他强调出各种他这个车上这些像热水象仪啊，一些测距系统啊等等啊，就让他这个可以在这个确保他在行进中能够第一级就完成这个命中敌人。二零30年了，国军再一遍接装新战车 M1A2T 的 T 是代表台湾，是客制化车款，120公里口径的骨长炮，火力正强，核实的装甲防护力也正强，时速上近67公里，机动性正紧，会当 提升地面的防卫作战，抑个伫咧海岸边歼灭敌人的能力。按算伫明年会阁再到42台，2026年到28台。10日透早调外作业了，拖车沿着西滨快速道路，再到新竹的装甲兵训练指挥部，引起大家的注意。 拜登政府伫咧铁卫进前交付 M1A2T 台美军事合作正密切。不过 CNN 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对台湾的善意支持有转变。伫大选期间，唔那是要求台湾爱支付更加侪保护费，也佫讲台湾抢走美国的晶片市场，和台美关系正歹有笑。 的确是需要增加我们在国防上面的一个投资哈，但是我们应该也要透过有效的沟通哦，让我们理念相近的伙伴也能够理解到我们这个有决心。学者认为无法度预期台湾伫咧川普第2任期内的国家安全也是国家危险，不过提高国防投资，唔那是巩固台美的关系，也是展现对抗威权主义的决心。面对川普对台湾态度的转变，学者强调，咱唔免悲观。 支持台湾是美国多数的民意，也不过爱注意，甲川普政府伫咧交涉时阵，爱国家谨慎。记者综合报道。